尋日咧係咩節日啊？有冇慶祝啊？啊，因為男士就冇得慶祝噶嘛啊。咁啊講到婦女咧，就好多身份嘅。可能係媽媽啦，係嘛？有啲婦女咧，可能係婆婆嫲嫲添喎。咁啊，不過肯定有個身份咧，就所有婦女都啱嘅，一定係人哋個女，係咪啊？咁咧就有啲婦女啦，可能仲犀利，有個身份咧叫一家之主。嗰個主咧就煮飯嗰個主嘛，係嘛？或者主管啦。我哋嘅上帝咧，呢位主咧都有好多身份。今日咧同大家揀選3個身份：君王、媽媽同埋咧羔羊嘅身份。透過詩歌咧一齊同大家分享。咁我哋先迎接我哋尊敬嘅君王，各位請肅立。呢位君王輕慢不得，讓我哋以崇高尊敬嘅態度嚟到去迎接呢位大君王。神你極偉大，萬有都歸你，主宰一切，你是王，尊貴主，我敬仰，屈膝你前，讓我頌讚你。神你極偉大，萬有都歸你，主宰一切，你是王，尊貴主，我敬仰，屈膝你前，讓我頌讚你。神你極偉大，萬有都歸你，主宰一切，你是王，尊貴主，我敬仰，屈膝你前，讓我頌讚你。坐在寶座上聖潔嘅上帝，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我們匍匐敬拜你，是在今在以後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我們匍匐敬拜你，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你，直到永遠。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們高舉你生命直到永遠。
大君王，求你悅納我哋獻上敬拜。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我們匍匐敬拜你，是在今在以後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寶座上，尊貴羔羊，我們匍匐敬拜你，說真尊貴榮耀全是，都歸給你，直到永遠。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們高舉你生命直到永遠。萬王之王，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們高舉你生命直到永遠。呢位主咧都有另一個身份，我覺得咧都幾似我哋嘅媽媽，好似咁媽媽個溫柔關顧我哋，時常都掛念我哋，記掛我哋。我哋繼續用詩歌去讚美呢位充滿恩慈嘅上帝。慈愛主信實無邊，在每天清晨，主愛已彰顯。慈愛主信實無邊，沒有分恩情，主愛黎面，愛無到達，主跟前。何無救主人牽，困苦壓迫憂愁掛念，神愛你不停斷，神愛眷終不改變。慈愛主，慈愛主信實。我哋一齊祈禱。呢位充滿恩慈嘅上帝，你就好似媽媽嗰個恩手，佢一路拖帶我哋，一路去看顧我哋。
縱然我哋去有困難啊，有艱難嘅時刻，你都不離不棄。呢個呢係你對我哋嘅愛。呢個愛呢就喺耶穌基督被釘死呢個事實上面呢，繼續去顯明出嚟。主，多謝你親自成為羔羊，被殺被宰，讓我哋呢係時刻都記起你呢份恩情。求你時常都提醒我哋，到終老嘅時候都記起呢一份嘅恩典。多謝你聖潔嘅羔羊，奉主名求。不可能，榮耀的主放棄尊貴，寧願為我撇低一切，為我甘心降世，來讓我得見主光輝。不可能，難道愛能像這樣？他竟充當被割宰的羔羊，來以身體獻上，流着血被懸十架上。萬有的主成為活祭，被刺傷的耶穌太偉大，太美麗，願這恩典流傳萬載百世，遼闊大愛未能代替。主放棄尊貴，寧願為我撇低一切，為我甘心降世，來讓我得見主光輝。不可能，難道愛能像這樣？他竟充當被割宰的羔羊，來以身體獻上，流着血被懸十架上。萬有的主成為活祭，被刺傷的耶穌太偉大，太美麗，願這恩典流傳萬載百世，遼闊大愛未能代替。讓我高聲，讓我高聲全力中唱，十架中的榮光太燦爛，太漂亮，願我一生全無別的志向，為盼為你全然奉上。各位請坐。咁咧，唔知道大家咧今日有冇發現咧？喺我嘅右手邊咧，有一班小朋友同我哋坐咗一齊喎。我哋俾啲掌聲啊！你好嗎？咁咧，兒童主學咧，今日咧係同我哋一齊咧，一齊嚟到
同我哋一齊有呢個守聖餐嘅時段啊，特別係一齊敬拜啦嚇。唔知道大家有冇見到小朋友唱歌咧嚇？咁啊，但係都有唱歌係嘛？好，咁咧就提起小朋友咧，考下啲小朋友先。如果啲小朋友你見到個十字架，你會諗起啲乜嘢嘢？十字架有冇人想答啊？呢位小朋友得耶穌同佢講，哇都好啊，我又俾啲掌聲佢啊嘛。咁有時大家都會揸車㗎，係咪？你見到一得 break 就近睇前面嘅車，前面嘅車原來玻璃貼一條魚喺度，咁你會諗起啲咩嘢咧？唔知道呢個㗎。魚係一個基督教嘅一個標誌嚟嘅嚇，所以你都見到通常有一架車喺後邊貼咗一條魚，大概呢個司機有可能係一個基督徒，又或者個車本身前車主可能係一個基督徒都未定啊。咁每一樣嘢都有佢嘅記號啊。基督教我哋每個月都會守一個聖餐，聖餐裏邊其實就係一個記號。而呢個記號係代表啲咩嘢？我哋一齊讀一讀呢段聖經好嗎？嚟自哥林多前書嘅第11章23節開始，我哋一齊無論你用英文咩語文都得嘅，請讀。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擘開的，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來。呢一塊嘅餅係代表住耶穌嘅身體，可能同普通餅冇乜分別嘅啫，但係佢係一個象徵嘅記號。呢個象徵就係耶穌嘅身體。呢個盤裏邊嘅葡萄汁，佢只不過係某一隻牌子嘅葡萄汁，但係佢係象徵住耶穌嘅血。喺我哋日常生活嘅裏邊，我哋總係碰到好多象徵嘅物件，佢都係有意義。而每一個月我哋攞嘅餅攞個杯，意義就係去回顧耶穌嘅為我哋成就嘅呢個救恩，呢個救恩典，佢嘅血，佢嘅身體。我哋有請今日嘅喪禮出嚟，我哋一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領呢個餅。呢個杯正如經文所講，係代表住耶穌基督嘅寶血。我哋請今日嘅司事，我哋一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領呢個杯。我哋一齊禱告。親愛嘅主耶穌，我哋多謝你，多謝你死喺十字架上面，為我哋成就一個咁好嘅救恩，咁好嘅恩典。主，我哋今日好開心，有小朋友同我哋一齊參與呢一個聖餐，因為喺主嘅裏邊，我哋都係一家人。主，我哋好感恩，因為你俾我哋一個月有一次嘅時間，我哋聚首一齊嚟到去有一個主餐嘅時間，嚟到去紀念神你自己俾我哋有幾咁大嘅恩典同埋救贖。感謝你，垂聽我哋禱告，奉耶穌基督恩主嘅名求，阿門。好，請坐。好，咁多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咁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喺呢一個嘅人生嘅裏邊咧，有一啲友情你係好記得嘅咧？有冇啲朋友你識咗30年都仲係好朋友噶？可唔可以舉手啊？哇，咁多啊，原來啊！哇，真係好難得喎，係嘛？友情真係可以咁寶貴嘅。我記得啦，幾廿年前開始，我對於一首歌非常之有感受。呢首歌歌詞就係咁樣講嘅：來忘掉錯對，來懷緬過去，曾共度患難日子，總有樂趣。知唔知咩歌嚟㗎？有邊個知呢首歌？可唔可以舉手啊？唔知，竟然冇聽過呢一首歌呢，我唔知點解呢。20-30年前，其實呢首歌係96年嘅歌嚟嘅，差唔多30年前嘅歌。30年前嘅歌到今時今日，我哋仍然都會記得，起碼我記得。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呢？甚至一啲後生仔都識唱呢首歌。
有時候我哋會覺得友情嗰種嘅可貴，就好似用呢啲嘅歌可以俾我哋感覺到就係好似深藏喺我哋嘅心裏邊一樣。友情就係嗰種嘅情義深藏喺嘅心嘅裏邊。我記得有一個朋友有一次喺香港嚟探我，已經幾廿年冇見㗎啦，真係幾廿年㗎。讀神學嘅時候咧，佢係低我幾班嘅，咁然之後咧佢嚟英國咧就探我，咁佢探我嘅時候咧，佢就送咗一支筆俾我。然之後就送咗兩支筆俾我，一支係西非利嘅筆嚟嘅，咁咧就哇，不過佢用過㗎，唔係全新。咁另外咧就係咧，另外送一支筆就係 West Ham United 嘅筆。咁 West Ham United 佢知我捧呢隊足球隊啊，所以咧佢就送咗呢支筆俾我。我心裏邊咧覺得好驚訝，佢竟然仲記得呢份嘅情義，嚟到英國幾廿年冇見。我哋以前喺香港就係喺神學院，大家就去講下啲咩神學啊、聖經啊，甚至乎講下波啊、捉下棋咁樣樣嚇。隔咗幾廿年冇見嘅時候，佢嚟英國第一個就嚟揾我，跟住就送咗兩支筆俾我。喂，呢啲咪友情咯，係咪先？友情其實真係好可貴。撒母耳記上19章就記載咗以色列嘅第一任嘅聯合王國嘅皇帝叫做掃羅，佢2次要殺死大衛。點解？好簡單嘅啫，幾個字就可以搞掂噶啦，功高蓋主。而且係最受歡迎、民心所向，甚至連掃羅嘅女米甲同埋佢嘅仔約拿單都企晒喺佢嗰邊，愛大衛愛到發晒癲，手指咬出就唔咬入，幫晒大衛，咁梗係要殺佢啦，係咪？大衛知道自己係神所揀選要繼承掃羅王，成為以色列嘅王，但點可以實踐呢個做王啊？點樣能夠成為做王者呢？如果上帝講埋俾大衛聽點樣做王，咁咪一流咯，係咪？但係你睇聖經啊，上帝雖然叫咗撒母耳去膏立佢，但係撒母耳從來冇話俾佢聽 how 點樣做王，條路係邊個定出嚟？年輕嘅大衛，你估佢唔知呢條路有幾難行咩？要成為王，一係你就要奪位，但係呢個做法肯定唔係神中意，所以大衛都冇咁樣做。一係就期待掃羅家全部俾人滅晒，由人民再推選大衛出嚟。但係等呢個機會，如果要等呢個機會出現嘅話呢，都唔容易，因為到呢個機會真係出現嘅時候，分分鐘成個以色列國都玩完，因為被滅啊嘛。咁你分分鐘成個國都玩完，大衛係咪仲有機會可以坐上呢個皇位呢？所以其實要等呢個機會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係啊，大衛係一個好識得把握時機嘅人，佢打敗咗哥利亞，又能夠迎娶到掃羅王俾佢嘅獎品女兒米甲，成為咗皇族嘅成員。嗱，咁樣喺牌面上邊呢，就真係可以排到條龍。無論掹咩衫尾又好衫車邊有啲衫邊又乜都好啦。總言之，你係拉到少少車邊進入到呢個皇室嘅機會。唔單止係咁樣，更加嘅就係掃羅王嘅仔約拿單，竟然同大衛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好 friend 到不得了。約拿單簡直係好似係掃羅身邊嘅二五仔咁樣，將線報一一嘅話晒俾大衛聽。嗱，今日嘅呢段經文20章呢，就去俾我哋去睇下到底友情嘅幾可貴。喺大衛嚟到去研究緊點樣可以成為王者嘅呢條路嘅時候，聖經亦都俾我哋見到一份嘅特別嘅情義出咗嚟，就係大衛同約拿單之間。嗱，撒母耳記20章呢，其實有42節經文，主要有4個主角。第一個當然係大衛啦，第二個就係約拿單，第三個就係約拿單嘅爸爸掃羅，第四個就係約拿單身邊嘅童子，冇名嘅呢個。42節經文裏邊咧，可以分為4個段落，主要咧係由4個地方去劃分嘅。第一個段落就係由第1節去到第10節，發生嘅地點咧就係約拿單嗰一度。我哋一齊讀一讀20章嘅第1節，好嘛？請讀。大衛從拉馬約拿就來到約拿單那裏，對他說：我做了什麼？有什麼罪孽呢？其實內容非常之簡單。大衛知道掃羅都黐黐地嘅，
點都要繼續揾機會要殺大衛噶啦，真係遲早都會出事嘅，就走得呢一次，走唔甩第二次。19章嘅結束呢，講到當時大衛就去咗見撒母耳。點解要見撒母耳？原因好簡單啫，撒母耳親手膏立大衛嘅，揾佢講翻成壇嘢係一件好正常不過嘅事。再加上可能因為大衛好想喺呢個咁危急嘅情況，要呢個嘅撒母耳先知俾啲指示俾佢，要尋求上帝嘅幫助。大衛其實係值得我哋學習噶，佢首先去揾上帝，嚟到去睇下有咩指引俾到佢，然後呢，大衛就去揾一個 friend， 就係約拿單，掃羅嘅仔，同呢一個死黨去講：約拿單，你爸爸掃羅想殺我啊！但約拿單就強調：我阿爸冇咁嘅企圖嘅。而大衛就提出咗一個測試，好啊，如果你唔信嘅，試一試呢個測試咧，就係故意唔出席王嘅餐例會，去試一試約拿單嘅爸爸掃羅王係唔係好似約拿單所講，真係完全冇心要去害大衛呢？喺呢段經文裏邊，如果你有機會聽下唔同嘅講道咧，你會發現唔同嘅講員咧都會拉咗大衛講大話嘅呢件事出嚟大做文章嘅。我哋睇一睇第6節，你父親若見我不在席上，即係話約拿單嘅爸爸掃羅見唔到我大衛喺個席上邊呢，你約拿單就應該咁樣講：大衛切求我許他回本城伯利恆去，因為他全家在那裏獻年祭。大衛好明顯地講大話，因為事實上大衛根本就唔係咁樣樣，佢只係叫約拿單：喂，講個大話，幫幫手。於是乎咧，你會見到有啲人咧，就或者牧者佢就會講一大篇講道咧，嚟到去就係講呢個大衛講大話。不過經文有42節，你就係抽咗其中嘅一節出嚟大做文章咧，其實就唔需要。因為如果你要講大話講大衛，如果你話大衛講大話嘅話咧，倒不如你話約拿單直接講大話仲好啦。因為經文喺28節就話講大話嗰個唔係淨係得大衛，仲有約拿單。約拿單回答掃羅說：大衛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恆去。咁點解唔拉埋約拿單一齊出嚟講呢？聖經嘅重點根本就唔係嗰個講大話本身。嗱，講大話當然係有問題，不過聖經嘅作者喺呢度唔係要強調喺呢個道德上面佢哋出現咗嚴重嘅問題。所以呢一段經文話俾我哋知就係好簡單嘅啫。而依家佢哋兩兄弟就做咗一個想一做測試。第二段就係11節去到23節，主角仍然都係大衛同埋約拿單，不過地點就轉變咗啦，就去咗田野。我哋讀第11節好嘛？請讀。約拿單對大衛說：你我且往田野，二人就往田野去。約拿單就向大衛就交代咗佢算盤嘅計劃，主要就用射箭嘅落地點同埋童子執拾嘅呢一個嘅地點，執拾呢個箭嘅地點，你要做一個暗號去提示大衛，到底佢阿爸掃羅係咪真係想去殺死大衛呢？好，第3段就係24節一路去到第34節，地點發生嘅地點呢，就唔係再喺田野，而係去到掃羅王嗰個地方啦。我哋讀一讀24節啦，請讀。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出席要吃飯。呢度就主要講到大衛就故意唔出席嗰個王嘅餐例會，跟住發生嘅後果講咗出嚟。原來就證實咗掃羅果然係有動殺機，係真係要殺大衛。最後一段就係嚟自35節到42節，地點又去返田間田野嗰度。我哋讀一讀第35節啊嘛，請讀。次日早晨，約拿單按着大衛約會的時候出到田野，有一個童子跟隨。呢一個段落主要講嘅就係因為約拿單知道咗爸爸掃羅果然要殺大衛啊，所以呢，佢就同大衛立約。而整個段落就係關乎大衛同約拿單兩個人之間嗰個友誼嘅深厚，同埋點樣去面對一個嘅危難。到底兄弟姊妹之間、弟兄姊妹之間、教友同教友之間、朋友同朋友之間，真正無價嘅友情係應該點樣樣嘅呢？呢段嘅經文俾我哋學習到幾樣無價嘅友情。第一樣嘢就係無價嘅友情係要成就別人嘅夢想。我想要留意第3節到到第4節，一齊讀一讀啊，好唔好？請讀。
大衛又起誓說：你父親準知我在你面前蒙恩，你心裏說：不如不叫約拿單知道，恐怕他受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離死不過一步。約拿單對大衛說：你心裏所求的，我必為你成就。喺撒母耳記20章嘅第1節，大衛就逃避掃羅嘅追捕，佢嚟到拿約嘅呢個地方，就向佢嘅好朋友約拿單坦然傾訴佢面對嘅種種壓力。喂，好朋友之間就應該要係夠坦誠，係咪？就應該信任得過對方，就應該乜嘢都可以去同對方講。呢一個就係珍貴友情嘅基礎。喺現代社會嘅裏邊，我哋好多時候因為害怕俾人誤會，而選擇寧願收埋自己嘅嗰種嘅情感。而大衛係冇咁樣做到，佢揾佢嘅好朋友講得清清楚楚。而20章第3節就大衛就提到佢離死不遠。約拿單嘅反應就話：你心裏邊所求嘅，我必為你成就。到底約拿單點樣理解、點樣明白大衛心裏邊到底係求啲乜嘢嘢？老友記啊嘛，大家識讀噶，心照不宣，係嘛？有時候你個朋友打個眼神，你知佢想做啲乜嘢，喐個少少動作，你明佢嘅意思。大衛到底佢所求啲乜嘢，而約拿單又明白啲乜嘢嘢呢？會唔會約拿單估到大衛其實想保命，唔想白白咁樣死呢？還是係大衛好想約拿單提供重要嘅線報俾佢，知道佢爸爸，即係知道約拿單嘅爸爸掃羅對大衛嘅一舉一動能夠讓大衛了如指掌呢？不過根據上文下文，我哋都明白呢兩個原因都可以係合理嘅。但係我哋唔能夠抹殺另一個可能性，就係大衛會成為王。大衛想成為王嘅夢想，約拿單嚴格嚟講係知道，係完全清楚。你要知道，約拿單嚴格嚟講係阻礙住大衛登上皇位嘅最重要一個人。你要識讀呢段聖經。約拿單係繼承掃羅王嘅嗰個人，依家佢知道大衛其實係會做王，邊一個會阻住佢條路啊？當然係約拿單，當然係約拿單。但係約拿單佢能夠放低佢自己嘅地位，選擇支持大衛，呢個係呢份嘅友誼係幾咁崇高呢？約拿單嘅選擇話俾我哋知，有時候朋友嘅成功比我哋嘅利益係更重要。佢見到人哋成功，我哋應該好開心。上個禮拜咧，前嗰個禮拜咧，即清早就去咗唱 K， 去 Cherry 屋企唱 K 啊！唔係，我哋即清早唔係成日唱 K 嘅，唔好誤會啊！我哋真係好難得咁出去歐挺一下㗎咋。咁咧就我哋發現咧，我以為我哋都覺得我自己都認為自己唱得比較高音㗎啦已經啊！哇！點知原來即清早裏邊有一個人啊！佢一唱歌成個女人聲咁樣嘅喎，係男人嚟嘅，其實嗰個係男仔嚟嘅。佢個高音係好高音啊！哇，真係想像唔到，原來我哋有一啲咁特別嘅天才嘅才幹喺度呢。即係你諗到一個男仔嘅聲音，可以一個女仔嘅聲線，甚至 Cherry 話佢自己都係 soprano 啊，佢已經佢能夠唱到佢嘅音喎。所以知呢個世界真係有好多無奇不有嘅人係。你見到佢哇能夠唱得咁高音，你唔會為佢妒忌啊，你應該為佢開心。上帝原來呢個世界上邊可以有咁多人，有咁多唔同嘅恩賜。你見到人哋嘅成功，你應該感覺到驕傲，感覺到開心，而唔係去挑戰佢，而唔係嚟到去點樣去令到佢呢嚟到去妒忌佢。Sergio 咧其實係一名嘅罪犯，喺佢接受社會服務嘅期間，喺醫院裏邊認識咗個病人叫做阿 Chris， 佢患咗末期嘅癌症，就嚟離開呢個世界，係一個細路仔嚟嘅。佢為咗打破咗呢個男童嘅防衛嘅心咧，佢就話俾佢聽，話俾呢個男仔聽，只要係每一日嘅夜晚11點11分許個願嘅時候，佢心裏邊嘅願望就會成真。Chris 嘅心裏邊嘅願望就係希望自己能夠早日康復。被呢一幕打動咗呢一個嘅內心世界嘅Sergio 咧，佢就決定每日默默為 Chris 實現佢嘅夢想。Sergio 咧就叫佢寫低嘅願望
將每一日嘅願望寫低喺嗰張紙仔嗰度，然之後就向住嗰張拋出去。咁一拋出去嘅時候，其實 Sergio 就走去執翻嗰啲紙仔，每日就係咁執嚟睇下到底係佢啲乜嘢嘅願望。佢例如係想要一件嘅玩具，又例如想食一嚿蛋糕，買一件嘅攞一件嘅甜品嚟到去嘗一嘗。總言之，乜嘢嘅願望佢能夠做到嘅，都每一日為佢去做。有一日去到病床，佢發現阿 Chris 唔見咗，佢心裏邊好着急，走去問個護士：阿 Chris 去咗邊度？護士就話唔使擔心，唔使擔心，佢只係去咗加護病房。跟住佢就走去求個護士可以再俾佢入翻去個病房裏邊探阿 Chris。護士就俾佢咧嚟到去探阿 Chris。跟住佢就將自己講大話，即係話翻俾佢聽，其實我係出去執咗你張紙，將所有嘅願望咧嚟到去實踐俾你嘅。佢為到佢自己講呢個大話而道歉。跟住阿 Chris 話翻俾佢聽，佢話你唔使道歉啊，你冇呃到我啊。因為個男仔就話，其實我今日所寫嘅紙仔就係今日可以見到你。果然呢，就真係可以見到佢。個男仔以後話俾佢聽，佢話每逢嘅11月，唔係每逢嘅11點夜晚嘅11分，可以去一個願。如果許可嘅話呢，你可以去一個願。我真係，如果我做到嘅話，我喺天上面都會為你希望成就呢個夢想。係啊，事實上邊我哋為別人成就願望呢一個嘅諗法，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諗法。約拿單其實佢真係大衛嘅一個障礙物嚟嘅，但係約拿單佢寧願去放棄佢自己呢一個嘅野心，而想去成就大衛成為皇帝嘅夢想。唔知道大家你有冇聽過祈禱一雙手嘅故事嘅呢一幅嘅名畫嘅背後嘅事情呢？背後嘅原因係一段所謂嘅感人嘅故事嚟嘅。15世紀兩位愛主嘅好兄弟 Dua 同埋呢一個嘅呢個 Nice 叫做 Nistin 呢個人名嚇。Dua 同埋 Nistin 呢兩兄弟咧都係非常之好嘅朋友嚟嘅。由於貧困嘅時候咧，佢哋為咗要嚟到去為口奔馳咧，一方面又要學畫畫啦，另一方面咧又發覺如果做嘢又學畫嘅話咧，工作會減到好緩慢，即係學習嘅進度會減到好緩慢。於是乎兩個人就協定咗，不如我哋抽籤，是但一個咧首先嚟到去讀書，另一個咧就努力做嘢去供佢讀書。結果 Dua 贏咗，結果佢可以全心全意去學習畫畫，而呢一個嘅 Nistin 呢，佢就好勤力咁樣，每日就喺礦場裏邊日日咁樣做嘢。Dua 前往咗歐洲最出名嘅地方嚟到去學習一啲嘅手藝。幾年之後，佢學成翻嚟，嶄露頭角。Dua 跟住履行佢嘅承諾，就翻去諗住同翻呢一個嘅Nistin 講，話翻俾佢聽，不如而家輪到你去讀書。但係發現呢，佢呢個朋友Nistin 嘅手已經成為一個非常之粗獷嘅手，而且甚至乎有啲扭曲嘅現象，係冇辦法再能夠去學習到。甚至佢有一日去見到 Dua 嚟到去祈禱，見到佢地上面跪喺度禱告嘅時候，佢就攞住支筆，攞住張紙，畫咗佢禱告嘅一雙手出嚟。呢一份嘅情義就係話俾我哋聽，原來有啲人可以為到成就別人嘅夢想而犧牲佢自己。約拿單同大衛呢一份嘅情義，就係呢一份咁無價嘅情義。第二樣嘢就係無價嘅友情，就要視別人嘅親人成為自己嘅親人。我想你留意第14節去到第16節，我哋一齊讀一讀呢3節經文好冇？請讀。你要照耶和華的慈愛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時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後，耶和華從地上剪除你仇敵的時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絕了恩惠。於是約拿單與大衛家結盟，說：願耶和華藉大衛的仇敵追討背約的罪。約拿單嘅意思就係當大衛有一日做咗王之後，唔可以滅絕約拿單嘅一家。你要知道啊，弟兄姊妹朋友，唔少嘅一啲嘅中國歷代嘅王朝改朝換代嘅時候，通常一定會做一樣嘢，係乜嘢嘢？就將前朝嘅所有嘅皇室人員全殺，係咪？呢個好正常嘅事嚟嘅，喺呢個中國嘅歷史上邊。約拿單係繼承掃羅王嘅人，正常嘅情況，如果新王上朝，佢嘅血脈一定保唔住。但係約拿單當然了解大衛嘅為人，知道大衛肯定唔會咁樣對佢，所以先至講呢一番嘅說話。
而大衛確係信守承諾嘅人。喺約拿單死咗之後呢，對佢其中一個嘅兒子呢，原來係腳有問題嘅。呢一位嘅殘障人士係唔單止去保住佢，甚至對佢就好似自己嘅仔一樣呢嚟到看待。友情就係咁樣啊！你嘅朋友嘅啲 friend， 佢嘅家人，你要視佢就好似你嘅 friend、你嘅家人一樣咁樣去對待。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咁樣嘅經歷呢？我真係親自我自己都有試過，因為你知我住喺英國一段好長嘅時間，我甚少返香港。我阿媽有一次，即係當我阿媽身體越嚟越差嘅時候，佢開始要入去一啲嘅老人院嚟到去住。入去老人院住咧，你知道唔係間間院舍都咁好服務嘅，係咪？有時候啲院舍嗰啲員工都會對你唔係咁好，都未定嘅嚇。院舍嘅老闆咧就千叮萬囑，就同佢啲伙計講，佢話呢一個即係我阿媽，呢一個就係好似我阿媽咁，即係視我阿媽好似係佢阿媽咁樣樣。因為咧我哋係相識嘅，所以俾我嘅感覺就係。呢個正正就係好似聖經所講，我哋嘅家人就好似人哋嘅家人就好似我哋嘅家人一樣咁樣去對待。約拿單希望大衛明白一樣嘢，佢嘅家人就好似係你嘅家人一樣，你一樣會對佢咁好。友情就係咁樣嘅，唔會就係我中意你，所以我就只係中意你。咁樣呢一種未必係真正無價嘅愛。真正無價嘅愛嘅就係你要視別人嘅親人都係你嘅親人。仲有第三樣嘢，無價嘅友情就係要愛別人如同愛自己一樣。留意第17節到第17節，我哋一齊讀第17節，咁啊，請讀。約拿單因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嗱，其實同樣嘅講法咧，喺撒母耳記嘅上嘅第18章第3節啦，撒母耳記下第1章第16節都出現過3次提到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嘅性命。如果你有興趣咧，你都可以睇一睇咧，研究下大衛嘅生平。我對大衛咧都好中意研究啊！你會發現大衛身邊有好多嘅女士噶，大衛亦都娶咗好多唔同嘅女士成為佢嘅老婆，係冇一次嗱，呢個係冇一次講大衛愛一個人，從來都冇。但係卻係好奇怪，聖經係講大衛係愛約拿單。咁於是乎呢，有一啲就唔知啲乜嘢基督教嘅理論啦，呢啲唔知乜嘢人呢嚟到去講話大衛又愛約拿單，約拿單又愛大衛。咁話呢兩種愛真係好令人好奇異啊！於是乎就聯想到佢哋啲叫做同性愛嘅出現。同性愛嘅呢一個講法呢，其實有一部分嘅聖經嘅根基係嚟自呢一個故事裏邊，特別講到大衛第一次提到佢有愛一個人，不過唔係佢嘅老婆，係一個男人，係約拿單。當然啦，因為約拿單3次講話愛大衛都係愛大衛。不過我哋知道呢，呢段聖經當然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呢度只係強調約拿單好緊張大衛。佢對大衛嘅愛就好似睇自己嘅生命一樣咁緊要。你一定係好關注自己嘅性命，你一定好緊張你自己，你緊張你自己嘅呢一種嘅態度放喺你嘅朋友身上，咁樣呢一份嘅友誼就係無價嘅友情，愛別人如同愛自己一樣。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咗好多壯烈激情嘅一啲嘅事件，好多可泣嘅事件發生，其中有唔少拍成電影，搬上咗銀幕。喺泰國緬甸嘅邊界桂河大橋裏邊，曾經有一個故事。當時有好多英軍係被俘虜，有好多嘅英軍嘅戰俘就係被日軍咧嚟到去俘虜咗啦，就禁喺一個禁閉營裏邊嘅，每日都強迫佢哋喺叢林裏邊咧嚟到去修築一啲嘅橋樑啦，又或者係修築一啲嘅工程嘅。時間越嚟越耐呢，佢哋當然咧會有好多嘅爭吵啊，意見唔同嘅出現啦。但係時間越嚟越耐嘅時候，佢哋嘅友情亦都建立得非常之好。有一日，突然之間有一把鐵鏟唔知去咗邊度，負責日本軍官就非常之嬲怒，佢斷定一定有人偷咗呢一把嘅鐵鏟。為咗防範以後再有咁嘅事情發生，於是下令全部嘅戰俘排成一條直線，準備要鬧佢哋。並且要提醒佢哋邊一個偷咗嘅，依家就好拎出嚟，
否則嘅話，全條線上面嘅人都要殺死。戰俘當然恐懼戰驚，個個都好懼怕。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就站出嚟，呢個軍官為咗要殺一警百呢，就當然任何一個人係肯承認都會唔放過。呢個人就話俾佢聽，就係我嚟到去攞咗噶啦。咁於是乎呢，佢就當然打死咗佢啦。後期啲隊友不斷清理周圍嘅環境嘅時候，就揾翻嗰個鐵鏟。好明顯，之前嘅嗰一次係盤點錯誤，但係呢一件事對於戰俘嚟講，就心靈做咗一個好極大嘅震撼。估唔到裏面其中有一個嘅大家都一個嘅軍隊裏面嘅 friend， 佢願意犧牲佢自己嚟到保住成條線上面嘅人嘅呢個性命，因為佢視呢班嘅戰友嘅生命就好似自己嘅一樣。佢願意犧牲一個嚟到去救晒所有嘅人。係啊，友情就係咁樣樣，唔會斤計較嘅，唔會怕蝕底嘅。蝕咗咁又點樣樣呢？係咪為別人付出就好似當係自己一樣？最後一樣無價嘅友情就係要願意冒死去出頭。我哋睇一睇第32節到34節，請讀。約拿單對父親掃羅說：他為什麼該死呢？他做了什麼呢？約拿單掄槍要刺他。約拿單就知道他父親決意要殺大衛，於是約拿單氣憤憤地從席上起來，在這初2日沒有吃飯。他因見父親羞辱大衛，就為大衛愁煩。喺初一嘅嗰一日，即係話每個月嘅嗰個月圓嘅嗰一日啦。中國人都係咁講噶啦，初一15就係月亮係特別圓噶嘛，係咪？當然咧，古時嘅迦南人同埋其他古代嘅民族咧，都會信奉月神嘅。但係以色列人呢，就借呢個每一個月圓嘅初一咧，就視為一個節期，佢哋就會獻上特別嘅祭物嚟到獻俾耶和華，又有一個聚餐嘅時間。所有嘅商業活動喺當時都會停落嚟，所以作為王嘅皇族，佢哋都會借呢個機會聚埋一齊嚟到食餐飯。根據20章第6節，大衛就想借呢個月朔節每年嘅一度嚟到去翻屋企同家人重聚嘅時間呢，唔參與呢一個同王嘅飯食。當然你要知道當時佢係講大話啦嚇。所以我哋明白啊，當掃羅王第一次見唔到大衛嘅時候呢，佢只係以為大衛不潔，可能係啲宗教嘅一啲不潔嘅嘢，以至到呢係都可以接受呢一樣嘢。但係去到第2日嘅時候，佢仍然都冇出現。而約拿單所俾嘅解釋，根本喺掃羅王嘅眼中係一種掩飾嚟嘅。而且掃羅王亦都知道大衛係會做王嘅有一日，所以佢好好奇點解自己嘅仔啊約拿單一啲都唔爭氣，唔為自己嘅皇位嚟到去緊張一下。你從20章嘅第32節你見到約拿單非常唔明白點解爸爸非要殺大衛不可，所以你會見到咧，約拿單好夠膽咁問呢個掃羅2條嘅問題。佢話：佢點解要咁該死啊？即係大衛點解要咁該死？同埋佢做咗啲乜嘢啊？大衛做咗啲乜嘢嘢？你想要殺佢？有冇留意掃羅王再冇俾任何答案？依家皇帝非常之扯火，於是乎就攞槍諗住咧嚟到殺約拿單。咁當然啦，即係做場 show 嘅啫嚇，做戲佢邊會殺約拿單啦？嚇一嚇佢，點知約拿單呢冇俾呢個爸爸嚇親，反而呢就唔食飯添，一於罷食。你有冇試過細路仔嬲咗你唔食飯？睇緊啲面色，大家都知道試過啦，係咪？一發嬲嘅時候咧，大家飯都唔食啊！約拿單都係一樣啫嘛，而且佢更加起身，佢好似真唔怕死咁樣樣。約拿單覺得阿爸冇道理啊！為咗皇位，為咗一個潛在嘅威脅你嘅人，你竟然違背公義嚟到咁樣想殺大衛。當然啦，我哋後期知道果然係真係佢係想殺大衛。你留意下41節、41節，當約拿單知道咗爸爸嘅心意之後呢，41節就話啦：童子一去，大衛就從磐石嘅南邊出嚟，俯伏在地，拜咗3拜，二人就親嘴，彼此哭泣。大衛哭得更慟。約拿單就叫大衛等3日，
好希望咧佢爸爸有冇機會即係改變啊，回轉心意啊，但係當然冇啦，係咪？所以佢就帶埋個童子去到約定1號同大衛約定嘅地方，射咗3箭，以箭嘅後頭或者係前頭作為一個記號，只係呢兩個人即係大衛同約拿單先知道咩意思嘅啫。後頭就係可以翻去，就代表咗掃羅王唔會殺大衛。但萬一係壞消息嘅呢，爸爸就係真係要殺大衛嘅話呢，今次呢就係佢自己走出去見大衛，就唔會派個童子出去。點解呢？因為如果佢派人出去嘅話，咪俾佢知道大衛去咗邊咯，係咪？咁所以呢，今次係佢自己走出去嚟到去同大衛講。約拿單佢唔介意企喺大衛嗰邊，點解啊？因為大衛嗰邊係正義嘅嗰一邊，明知道個爸爸係要害大衛，係要殺大衛，違背上帝嘅心意，破壞兩個人嘅友誼，在情在理都有問題，所以佢冒險嚟到去違抗佢阿爸嘅命令。真正嘅情包括咗友情，都必須有條線喺度嘅，弟兄姊妹。線係好緊要，就好似遊戲一樣。我成日同弟兄姊妹講，所有嘅遊戲都有規矩嘅，唔會話象棋係冇條線，任馬係任行嘅，馬行田，車可以打轉圈咁行嘅，係唔會咁樣樣噶嘛，係咪？所有遊戲都有規矩，所有運動都有規矩，冇規矩嘅話就中意點做都點做啊，就任你玩噶啦。友情都一定係有界線，嘅界線就係真理，嘅界線就係上帝嘅說話。要講啲乜嘢嘢，要做啲乜嘢，乜嘢係正義，乜嘢係公正。當然啦，友情亦都必須要經得起考驗。友誼喺呢個逆境裏邊能唔能夠持久呢？考驗就真係嚟臨啦呢次，因為喺掃羅喺呢個大衛同約拿單之間嘅友情出現咗一個真正嘅考驗。到底係要企喺正義嗰邊呢，還是係企以不義嗰邊呢？今時今日好難做喎，我哋發現。好多嘅嘢，太多因素令我哋唔敢講，甚至怕得罪咗人，甚至明知人做得唔好，做錯咗，但因為 friend 啊嘛，所以就唔去講，所以就唔去理。約拿單喺呢一個過程嘅裏邊，明知幫大衛係會惹嚟佢阿爸嘅非常之憤怒，甚至有機會嚟到去有殺身之禍都未定，但係真正嘅友情係會經得起風險，同埋你會知道真正嘅友情係會有勇敢嘅勇氣出嚟。約拿單就展現咗呢份無懼嘅精神，願意企咗喺大衛嘅嗰一邊。今時今日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會發現友誼係淨係純粹歡樂，但係友情真正嘅深度嘅友情係可以經得起考驗，係可以經歷咗困難，甚至喺不公正嘅情況之下，你先會真正體會到邊一啲先至係你真正嘅朋友。無價嘅友情，其實我相信香港人我哋經歷咗好多，係嘛？有好多時候你會發現，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嘅意見唔同，你要俾人 block， 一係就你 block 人，一係就係人 block 你，跟住 unfriend 人。我哋可能見證過無數咁多嘅例子。教會裏邊咧，教會係弟兄姊妹一家人。你知唔知咧？好多時候咧，我弟兄姊妹咧去旅行咧，我唔知你最擔心係啲咩嘢嘅？弟兄姊妹，如果你有7、8個一齊去旅行，你最緊張係啲咩啊？你知唔知？嗱，我唔好俾我睇死啊！你一定最緊張你同邊一個瞓？你一定係最緊張你同邊一個坐喺架車裏邊，同邊一個坐喺架飛機隔離。去營會係一樣嘅咋，去咁咩春令會啊、夏令會啊、夏令營啊，你一攞本營冊，你第一樣嘢要望嘅，你係同邊一個有一間房，係咪？你發現你同一個雖然都係弟兄姊妹，雖然都係同一間教會，甚至雖然都係同一個團契，跟住你就走嚟同個牧師傳道人講話，喂，可唔可以轉一轉啊？喂，唔掂啊，好大鼻鼾聲啊！喂，唔掂啊，可唔可以同嗰個 friend 一齊瞓啊？我哋會咁樣做噶。我哋係會咁樣做噶。友情係乜嘢都唔會介意嘅，照計係咪先？呢啲又唔係啲咩大問題，係嘛？到底乜嘢先係真正嘅友情呢？今日嘅呢段經文提醒我哋，無價嘅友情係要成就別人嘅夢想，無價嘅友情係要視別人嘅親人
為自己嘅親人。無價嘅友情係要愛別人如同愛自己。無價嘅友情係會願意為咗公義公正冒死，你都會出頭。願上帝嘅說話祝福大家，我一齊禱告。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俾我哋今日可以從舊約嘅一段嘅聖經嘅裏邊，我哋去學習乜嘢先至係友情。係啊，我哋要學習彼此相愛，呢一個係我哋嘅練題。彼此相愛，我哋都可以係友情嘅愛喺裏邊。我哋點可以做到一個無價嘅友情呢？主，我哋今日見到約拿單同大衛嘅呢個故事，我哋見到佢哋兩個經歷咗一個好深嘅一個嘅困境。無論係環境，無論係家人，我哋都會見到佢哋有好多選擇，但係佢哋仍然選擇喺學習企喺公義公正，學習點樣嚟到去維繫一段最深嘅友誼。主，我哋感謝你，求你將今日你嘅說話放喺我哋嘅心裏邊。多謝你垂聽我哋禱告，奉耶穌基督恩主嘅名求，阿門。手創造高山風暴，你心意指引我路，耶和華我主，晨光變幽暗，你一聲呼喚，腳踏地之高處，耶和華我主。